大家好，我係博耀齒科儲足店嘅吳醫生，今日同大家講一下早期箍牙嘅話個過程，同埋早期箍牙個矯正器應用。早期箍牙嘅話個過程係好簡單嘅，我哋首先第一日嘅時候就診，就需要半個小時去取資料，比如拍片啦，比如吸牙帽啦，比如呢就同醫生溝通下自己選擇咩方式啦。第二次就診嘅時候呢，就係當我哋取完呢個資料嘅時候3到5日時間，我哋就會有一個好完整嘅方案出嚟。第二次就診嘅時候呢，我哋就可以睇牙片、睇方案，選擇咩方式去矯正啦。當我哋決定箍牙嘅時候呢，我哋就要明白我哋要箍牙要用咩矯正器啦。矯正器嘅選擇都有好多種嘅，比如我哋牙齒唔整齊嘅時候呢，好多原因係因為牙槽骨唔夠寬，我哋會選擇一個擴弓器。擴弓器呢可以讓我哋牙槽骨變寬。呢種矯正器呢係需要大概4個月到半年嘅時間，可以讓我哋嘅牙槽骨形狀變靚啊！矯正器呢，第二個選擇呢就係如果係有地包天嘅時候，我哋就要通過固定矯正啦，甚至係活動矯正來讓個反合去擺正啦。如果係爆牙太犀利或者牙齒唔整齊嘅情況下，我哋一樣係可以通過固定矯正器讓我哋牙齒收翻落嚟，完成咗第二步個過程。當我哋前面嘅牙齒呢整齊，咬合係正常嘅情況下，我哋就會進行下一個階段。我哋可以通過硅膠其他嘅矯正器可以讓我哋嘅咬合達到一個咬合平面係正常嘅。呢啲就係我哋早期矯正個大概步驟。所以呢，早期矯正呢就好簡單。呢期就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有咩疑問嘅話，就按就診小助手提問我啦。我哋下一期見啦，拜拜。